我没有要怪你的意思，我只是想知道对于这件事，奶奶是什么态度。老夫人说，近期家里出的这些事情，很有可能引起公司内部人员的躁动。外界那些对神龙虎视眈眈的公司，也有可能因此而介入。所以希望少爷能够小心谨慎才是啊。我知道了。所以公司那边，你得派人帮我盯住常志成，我怕他近期会有动作。明白。醒了？我怎么会在这儿？都不记得了。你是张叶达？想起来就好。来，把衣服穿上，收拾收拾，咱俩去吃个饭。张叶达，你到底有什么目的？我的目的就是帮助你呀。你看看自己的脸，跟以前有半点關係嗎？你想羞辱我？怎么能叫羞辱你呢？我是让你看清楚现在的现实，掂量自己的分量，不要再这样自作多情了。如果没有以前的脸，你什麼都不是。如果你要想奪回你以前的一切，你只有靠我。靠你？你能做什么？是，我们俩道不同，但是目的是一样的，所以你完全可以信任我。你整容，再毁容，又再次整容，你想控制你的妹妹，結果偷雞不成反蚀把米啊，把自己的金主拱手讓給了她，這都不要緊。傅博雅的事兒，沒這麼容易解決了吧？這個男人到底什麼來頭？怎麼我的事情他一清二楚？看來還不能激怒他，走一步算一步了。好啊，我可以答應你，但你要告訴我，我怎麼幫你。